sí, sí, Colombia, sí, sí, Caribe, Viva Colombia, México！距離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開幕仲有2日，有墨西哥人穿上國家隊球衣去到墨西哥城主場館外打卡，現場亦有球迷嘅歡呼唱歌。不過歡呼聲之中，亦都聽到不滿聲。我哋而家嚟到墨西哥世界盃嘅主場館阿茲特克嘅呢一個體育場入面，我哋而家可以見到啦，場入面咧嘅施工其實仲未完成嘅，入面咧仲有工人啦喺現場入面進行緊施工工程，然後咧喺呢一個場館嘅外圍入面咧係有黑色嘅擋板啦，然後示威者啱先咧係用咗塗鴉啦去上面去講出佢哋嘅訴求。有示威者不滿政府投放過多資源喺世界盃，無視民眾訴求，亦有示威者喺國家隊球員嘅廣告上塗鴉。示威者之後去到橋面，焚燒世界盃造型嘅紙雕。示威者聲稱喺比賽期間會繼續有行動。